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收哉？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其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有悔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有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有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政，为何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？为孝，有于兄弟。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泥，小居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于夏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祸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继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论语为政篇第二遍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诗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辞且格。子曰：50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3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无为。樊迟愈。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。我对曰：无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曰：问孝。子游问孝。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。子曰：色难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酒事，先生传。曾
是以为笑乎？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师。亦主一发，回也不愚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有悔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为何则民服？君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亲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。斯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泥，小居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继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公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慈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似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
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貌似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当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复活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女刘淑萍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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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谢谢淑萍讲师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们
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感恩哦，天神慈悲啊，刘讲师慈悲。晚安，晚安。老师晚安。很优秀的天神。晚安，晚安，感恩哦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护权人慈悲，感恩哦，前贤们的参与啊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林前进前贤晚安，红领任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